儿童福利联盟针对12岁以下的囡仔有设一支爱奥维亚囡仔的专线。社工表示讲，逐个月大约拢有200-300通的电话卡来，囡仔的心情也真正需要大人来了解甲关心。人讲囡仔人应该是上届无忧无愁，毋过敢真正安尼？就是考试有时候考太烂会被骂，难免有一些不想让爸妈知道的，应该可能会选择性吧。 有的囡仔确实有烦恼，毋过无一定会参爸母讲。儿童福利联盟就针对囡仔设立一支咨询专线，互因嘛有消透压力的管道。艾维亚小朋友电话，你好，我是10号值日生。 社工也是受过训练的志工，特定时间甲囡仔伫线顶来开讲。座位顶悬嘛有真实用表，互因参考，要安怎参囡仔来对话，了解因的想法。照因统计，囡仔烦恼的代志，功课困扰占上济，过来是人际关系甲家己的心情，尤其愈晚考试，卡来人愈济。 考试前后，他们可能会很紧张，就是怕考出来的不会写，那或是考试完了，然后发现自己很粗心，然后就是很懊悔，很后悔自己怎么没有好好的检查，那或者是自己很担心自己没有办法符合大人或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期待。 社工讲，照因拄到的卡来囡仔小学生较济，1年到6年拢有。这支08000003-123的爱奥维亚专线已经设19档，对拜1到拜5下晡4点半到7点半，拢有专人服务。社工人员讲，每个月大有200至300通的电话，看起来其实囡仔嘛甲大人同款，需要关心甲体谅。记者陈嘉文、林玉凯台北报道。